义与发展党议员关于东突厥斯坦的声明。土耳其执政党正义与发展党来自安卡拉的议员阿赫买提耶尔迪泽在土耳其大国民议会的讲话中回应关于调查东突厥斯坦同胞受到压迫的议案。他说，关于东突厥斯坦的新闻报道越来越多地引起国际媒体的注意，特别是最近几个月每天都有东突厥斯坦的报道。土耳其共和国密切关注所有这些令人担忧的报告。维吾尔族被迫庆祝中国节日。根据中国的传统农历新年第1个月的第15天被称为元宵节。据报道，中国政府强迫维吾尔族和哈萨克人庆祝元宵节，同时继续在东突厥斯坦实施酷刑和镇压政策。与土耳其民间组织谈东突厥斯坦问题。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代表团结束美国访问之后，正在德国进行访问活动。世委会代表团访问了德国各地的土耳其民间组织，并且就东突厥斯坦问题交换了意见。与此同时，维吾尔知识分子派尔哈提库尔班出席在伊斯坦布尔一所高级中学举行的一次宣讲会，他向广大师生介绍了东突厥斯坦问题以及东突厥斯坦斗争的最新进展情况。加入伊斯兰国的少女将失去其英国国籍。15岁加入伊斯兰国的英国少女沙米玛贝古姆将失去其英国国籍。英国外交部消息人士称，英国政府可能会剥夺贝古姆的英国国籍，因为贝古姆有资格获得另一国国籍。贝古姆目前19岁。内塔尼亚胡和普京会谈被取消。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俄罗斯并与总统普京会谈的计划已被推迟。据以色列媒体报道，内塔尼亚胡21日将与普京通电话，尽快重新安排访问和会谈时间。